各位聽眾，這一個冇咪當，各在歡迎落來到呢邊來學見直播。Hello， 這個禮拜特別嘉賓到底來參加我講幾個數嘅事。阿涵，喲，你個阿涵冇頭誒，冇面，我見你哦，阿涵。Hello， 大家好。了個有老椒，阿龍歡迎。這是主安的。了個有我孫啊，大唔是行啊湖歡迎。哎呦！行啊，湖是只行鬼嘅啦，特別我今日白日嚟講鬼故事，你講講鬼，聽住你走啊！我你講，你有時我俾你講，你有時我俾講介紹下快同埋你揾唔見領啊，然後你有時講鬼故事，我個講你拍廣告你bằng website， 鬼故事 ，OK， 鬼故事，你係 promo code 冇 expiration 係咪呀？係唔係？冇啊 set 冇啦嚇。所以啷那是那是講成績上好嘅事，就冚嘢啦冇啦。啷冚一去用啊！也頂到啷早幾禮拜聽到咧是一個MKL， 那我看我會用睇你這裡哦，你這裡，你係伊帶到到正嚟介紹啫，因為嚇，等我看，安怎啊 MKL。Oh shit! I muted my mic. Oh, okay. What the hell? 冇啊，聽住啦。MKLZ collection.com. When what? Because what typing 掉是有沒有其他人？Hey, what shit? Promo. Why a promo? 我 computer 嘅 slow 呢，直接俾新 computer 好啊。Promo code 俾人你啦 iMac Pro。喲，你什麼印抓機啊 John, you should blame Apple. ？BGH blame me? No, you should blame Apple. It adjusts Louis speed. 你是phone嘅啦，phone嘅。你是 phone， 我搞個 computer 過嚟。特別係使啦，走耐咪見。OK。話咧話，冇啊。Okay, so anyway, 個冇出過嗬。Yo, why was so slow? Computer on better not crash 啊。Yo，但係 OK 唔係啊，買檔嘢，買檔嘢。我驚 crash 喎。我嚇，然後是 W 餅個冇。然後 but any 啲人炸掉嘅啦。哦，也啲人炸掉啊。唔要緊啦 ，continue 啦。好 ，OK，anyway， 跟住嘅冇，你俾佢嘅 website 是 MKLZ collection.com 了，是你幫俾 order 嘅時候，會撲機㗎啦，住嚟，哎呦，住一招，了你拍個招，了你係只嘅 MKL 你 BGHK 個咧是對攤。discount， 然後 shipping 是 free 嘅，對馬來西亞，特別新加坡人愛買，我要行去新加坡 ，shipping 冇 free 啦 ，sorry， 新加坡人你管嘛 ，OK， 最一辦，我咪講跟住我介紹咗，仲有成個，我係我係女伴上，不，我係，我知明顯只幫人學正做咗，明顯你看冇只你心就亂了。唔使啦，都介紹下你，但係一咩都未見到成你款。哎呀，我笑你怪慢慢食，食個吹破啦。笑啊！我食嘅嘢，我食。一等陣我俾講你聽講是個白里就是茶葉布咯，然後 Hello， 大木角啦。Hello， 誒，這是住咧嚇 ，Sweet 英是住嚇。是影是裝啊！阿韓講啊，特別驚個特別驚。Hello， 歡迎。你是住啊？大家好。是影是裝啊？你在哪裡被叫我了是啊？阿波波。寶寶。
寶掉，我未記錄啊 ，sorry，I mean 我未記錄名，我未記呢邊。寶定到錄音時吧，來知道嘛？寶歡迎，歡迎。咁又不可能講幾個事，我問看掉。對，before 見啊時候比較，唔係，I mean，行下好，你上條你講幾個事未？冇咩啊？你冇咩誒？係你兩處哎呦冇講真係驚啦，你係啦，是我自己嚇自己點啊？特別，攏講正啦，誒，start 嘅冇。OK，你明嘅，就是我就講咪講啊，我在大背景有鬼唔叫講。你會嘛？我住講下先。大背景咯，你唔是有物件講啊？OK，我2年前換工哦，然後我做咗工程公司嘅 driver 轉馬走啦 ，OK， 然後baru ka甚至每時我有去KL 一間 hotel 住咯，然後教我當白住內single bed 咯，所以我自己做 project 做到只線咧，所以我對個 hotel 我就是困嘅，我困到啲車邊，困到啲度邊。我咪你是唔是用 Samsung？冇啊。你用咩電話？你用那因為我聽到多聲細聲，肯定咪 adjust 吧？你 try 講下 ，sorry， 我頭先一對我冚面 sound effects 嘅，maybe affected 呢啲聲。OK， 你一兩困一邊，講一兩就困一邊。我一兩困一邊，我困正邊，伊困多邊咯。所以我困正嘢時啊，我兩人面成 position 是換嘅。耶！你名稱換是女人換名稱？我人換面成嘅。哦，變咗你困你名稱，伊困你名稱啊？แล้วตัว真奇怪嘛？有呢，我會記講我困 position 是，I mean 我困正邊，困多邊。所以困正嘅時，兩人變成換位嘅。哦。And你講 maybe 上大嘅咧就係基礎咯，咧一般講maybe 可能咯，你梅啦，所以冇關係咯。我梅，伊困正頭先梅話，我就係困住病嘅咩？我試咯。你講冇啊？我其實冇啊！我成日嚟，我就好啦，我就俾你嘢嘛。然後 OK 咯，等就見到你梅話，就咩都聽到人講話，我講冇啊。伊講到底伊耳啊，比如說正大嘅咧，所以我可能我受立車咧，受發生嘅，然後伊咧就佢咩聽啦，人都耳啊自己講話。是啊，講伊個路講係咩？你講伊叫我叫伊。講咩話？講咩話？講廣府話教我咁就。所以那有可能，我講你未必個結看戲上濟啊，所以你上濟啊，所以冇辦啊，我是 continue 咯，做工好，所以迄一暝我對嗰時，我嗰陣困到對我只病多病咯，所以暝咧就冇話為啊，但是阿妹教我聽到時啊，叫我教我咯。所以我就起來坐嘅，我就問，我看翻困覺真係真好困了，然後我就奇怪，我看無半項嘛，所以我起來開 hotel 嘅，我開了 hotel， 我呢一件是向到啲我嘅位嘅嘛，所以我起來嘅時候，我看見我看唔到我記咗咋，所以我就想啊。但部鏡可能唔知是做夢啊定咩我看了我最目睭咧，我有看到未必是我嘅 blur 可能，所以我冇看，所以我看伊困，然後我起來看無半項，然後我就去在鏡一度對出來時，我
continue 困咯，困咧阿妹就冇聽到人講叫話啦，但是知道咧，打波怎麼聲嚇？未見到，見他聲，開始打波，然後知道咧是聽到聲啊，大耳啊邊嘅穿開嗰種嘅聲咯。媽！哇！可能所，你耳啊，你冚開啊，係咪？冇冚開啊，冇冚開，只係加配段啊。咦，穿開呢？想吹呢？乜嘢？你想嚇？吹呢是特別偏康嘅聲。吹嘅聲。有，我度。你冇驚，你冇招白開起來啊？驚，我間開嘛。其實講下別你多先人意外一樣，所以就是講困咧，買幾時啫。所以有嘢是別困嘅，係聽嗬，以前 stereo 啊，只邊走到邊啊，走到邊我向邊啊困嘛，所以一邊而家都是指頭嘅嘛。邊嘅碰見咧來只邊嘅聲咋？哦，你冚到一邊就走去到一邊，走去到一邊。我倒掉，我叫我向外邊是向正邊嚟講，喂，正邊嚟講，喂而家，變成了冚到正邊哦，尖頭。嚇，正邊冚二邊下，你多邊嘅蛋咯，蛋咧嗬。你冚一邊就走去另外一邊咯。我唔夾邊攰本，我唔夾邊攰本。蛋了咧嗬，馬龜走嚟正邊蛋嘅時候。正邊蛋你尖頭冚有啩？嚇，尖頭冚咗把一聲正，哇咯，所我就被當啦，我就 Max 喺 push 架到到裏面咧冇變啦，所以話我自己夠咯，我咁就嚇死你朋友！我朋友是困到成死啊！我哋，一困到成死啊！แล้วว่าความบุปผาก็เลยบุปผาแล้วว่าmaybe ว่ากี่ imagination 啊，走幾困咯，困ว่างั้น困嘅เก้าอี้嘅事一啲嘅事。哦，係只咩乜啊？聽到人穿，只咩本聽人穿佢對而家，然後依頭先是人 Q 嘅卡網，Q 係咩卡網啊？大卡網，用 Q，所以只聽咪嘅 Q 啊，咁嘅聽咯，所以聽嘢。聽嘅佢喺度聽到即係聲咯。我以前估嗰隻節目，一卡模、超模嗰啲隻節目啊。所以 Q 嘅模，黏嘅模。以前就 Q 出嚟模咗。你聽就聽啦。แล้ว呢度聽嘅咧，嗬，呢度聽到春鬼聲。一聽春鬼，因為話呢度我講我困啊嘛。我哋ว่าคุณเนี่ยว่า snoring แต่ตัวเสียงจะดีกองแล้วเนี่ย so 呢度感覺奇怪啊，安怎我困覺呢可能冇可能是我嘛，但是伊聽對耳仔正話，所以起來時看我困，所以講伊看冇 surrounding 冇看，伊講話冇聽到啊，咪嗰隻嗰啲呢困咯，一困咧是知道個人殺意，有一困啦，有感覺就人叫伊請咧。呢度嗰仔借起嚟，แล้ว呢度 OK 咪講嘅字啊，呢度嘅電話啦，做電話。所以車目睭開嘅時冇聽到啦。冇聽到咧，呢度嘅拍 game， 拍個即係5點幾啊，呢度成，所以就困。一困呢時咧，嗰仔嚟咯，你 Q 卡冇 Q 超冇唔係嗰仔嚟咯。Q 啊，所以應該未到起啊！一手叫我聽，我聽，我去做緊咋？你講我未困，我都未困都叫我聽。你講，然後你講伊嘅物件了，我就起來看起伊面上，用嘢伊嘅面上嘅位啊，一卡冇超破啊，有就，一卡冇超破，有時想可能 Q 一點多啲面上嘅種啊，一隻條板嘅種嘅咋，了。我看了那無人去換學表嚟啊！你講行人去換了，如果講困嘅隻學表哦，是地杯隻嘛？杯幫特別有嘅，講得幫。
所以冇變，所以後 OK 往到我記得北京班啊都 OK 啊，冇問題啊。我冇話學習啊，話北京啊。我北京啊。我嚟講往款一冇所往北京，你冇嘅車往自己下 OK， 頭話往啊，所以啲日本仔講下你北京垃圾啦。咁樣咯。你讀幾多年前啊？冇啦，baru ka kue buku sudah. Oh, lu baru makan ah. Weeks ago na. Oh, lu just seen ni kang. Oh, seen ni kang si dia travel. Rồi, si tadi kedai pengen ka gedi lo. 看老掉個，我聽別人講先。老掉我聽。OK。但係我住包個接來是住嚟嚇。但係我住嚟本是寶寶啊。哆來咪叮當叮。哦，哆來咪叮當叮，即係你是叮當叮還是哆來咪？你愛叫我叮當叮嗎？我是哆來咪。哦，你是哆來咪，但我叫叮當叮，我看到你名。你สุก叫我叮當叮嘅，你สุก叫我叮當叮。你名看到你名是所看到聽到叮當叮。OK，哆來咪。歡迎。幾個數啊？你幾個數嚟？幾個數啊？我問你叫我家己教應對嚟嘅。你冇你家教應啊？你嘢冇你家教應啊？恭喜哦！係啊 ，thank you。你家己對嚟嘅。你家己隻教應個對嚟再俾你學嘅。教應。你家己教應對嚟參俾你學嘅啦，我講。你叫咩唔是會去整三拜啊？冇啦。聽下俾你學嘅個整啊！萬那個辣了，你冇影貴節啊？那個辣。哇！我真正歡喜咯！你冇影貴節一個對嚟參俾你學嘅。恭喜啊！叮當哆來咪。感謝。祝學你水，歡喜嘅啲啊！幾個數嚇？你喎？啊是你是？我 actually 是我係 OK。講一個我坐我邊仔嘅 colleague 咧，吼，伊是會看到嘅咯。伊逐擺甲我講真濟故事嘅，等到我真驚鬼嘅嘛，如果無講真正驚咧，因為伊直直甲我講真濟數。The first incident 是伊即細漢嘅時，講伊人講大人講厝垃圾啦，有鬼啦蝦米啦，咧又看到本嘅厝，咧人個叫人來挑燈啦，掠鬼咯。等人啦。等人來，結果伊人到底伊聽為坐，伊到底聽為挑燈掠鬼是我可能是坐後沙發咯，伊看你鬼坐後邊一看人伫做咩？耶！伊無驚啊鬼，伊鬼無驚啊，可是伊挑燈是老人嘅啦。哦，這是 first incident 咯。伊細漢呀個，伊細漢嘅事啊，你是講？細漢事，幾歲伊無甲我講幾歲嘅事啦。And then 你講到 college 嘅時候，你講教 college 嘅時，我成日係咪揀咗個教課誒？冇教課啦，佢10課個。伊 college 嘅時陣啊，and then 伊個度啊，外口人家己睡 hostel 度啊嘛。伊 hostel 外口有一個禮拜了咯。係了，人逐擺感覺到伊長嘅時候，成個有物件看伊人。所以伊人個懷疑是厝垃圾咯，因為有捌聽人講厝垃圾嘅嘛。咧伊朋友甲咧個仔講伊看 KL。了伊個講伊朋友個甲咧仔伊看會到嘅嘛，聽會到看會到嘅嘛。所以個叫伊去問看是毋是垃圾物件咯，頭看人長誒咯。呢個去禮拜迄邊嗰度，伊見唔了禮拜，佢禮拜直直叮當嘅，叮當點樣時叮當，伊見唔了禮拜，伊講，你甲我講是毋是你禮拜無叮當了？你講，嗱毋是你後我一個 signal 咯，是你，我頭一個 first question 是毋是你嘛，所以無 signal 嘛，所以第二個，我聽到係咩事啊？係咩？我冇我放 music， 我放你後尾。伊記你有都咪可能。冇。啲 second question 個是。哎呦，我聽到咩事啊？我自己就成驚啦。
伊 second question 呢個梅咯，嗱唔是你咧，是別人是人嚟講，你後我知。結果伊講了即句嗬，伊禮拜叮當，我實叮當哦。你按個了看現條，看甲掉才驚。所以樣你伊 housemate 個了就係看到個了。看了伊嘅對。And then after that，伊嘅 hostel 嗬，直嚟你在人 college 個大一人嘅嘛。แล้วตัวจีนจะเจรังอ่ะฮะอีชูเนี่ยอุละให้เลยละสามีแกบอกสุกะรู้ใจโอแล้วก็ตัดใจจีจอยรังอ่ะฮะยังเบคุนน่ะล้วนก็จิตเต้าสิว่าเป็นยังสังกัดเดี๋ยวจีบซีเนี่ยฮะโน่ก็สิว่าให้เลยคลิกเราไว้คลิกเดี๋ยวจีบซีนะฮะเจ้าขี้กวนเล้ากวนนี่อุ้ยฮะไปเที่ยวเฮียไปเที่ยวลง嚟แล้วหลังจังอีอ่ะเลี้ยถอยตั้งไงแล้วเลยกัดกิจใช้แกแช่อะไรฮะอีจิลี่ว่าไปว่าโก้เป็นยังไม่มาเที่ยวกุยนะควันเนาะ就是样是去佚佗咧，靈魂錢啊，佚佗咧。哦，靈魂錢佚佗了是伊成啊，因為是講啊，唔知別使手別使牙爪啊，什麼嘛，你就講出了，個咧紅險成啊，他就看伊成啊接線咧，可能個人調出件走個了去就，你伊變咗走去樓頂，又要跳，莫個你又要跳第二樓呢，嗱，走去跳咧，樣大包就會裂落來。誒，裂伊啦，拔到落頭殼咧，伊個青起來。吉利，唔好我唔捌佚佗嘅可能驚死嘅。我本上。อันนี้ว่า個梅咯，嗰時都看會到嗬。Actually，咱 office 有無誒？伊講有誒。伊講我 office 真濟。แล้ว especially ตอนที่ pantry อุ้ยอันนั้นเขาเลยกินปุ๋ยแล้วไม่คิดเสียแล้วกูย้อน我走了我就 Lucky 姐哦媽咪叫我 Lucky 姐哈 OK so goodbye everyone 拜拜แล้ว因為我特別去咯我若是做 OT 做甲真正換吼我去 washroom 嘅時候我看袂到啦但係 somehow 你會 feel 到有起來看你嘅可能 feeling 嘅毛可能 feeling 嘅，แล้วอีบ้าก็講過 once 都那是有影 feel 到，啊你可毛咧，嗰隻是有嘅，是 just 係你看袂到呢。毛意思是講看下毛佢感覺零毛。啊，你感覺到零吉哩個掉啊啦，แล้ว無數無大人มัน係吉哩嘅。成個刺激嘅呢，感覺到成個往時人行住去寫買厝嘅時候，你行住嚟厝嘅時，你感覺到時，咦，有什麼爽呢？有準呢？對。有一道個要 share 嘅，即係到檳城嘅。我人可力個了，我人有一個 trip 去檳城哦，我人住啲Miami Beach 附近，冇附近嘅一個 condo 嚇，一個 condo，樣多 Airbnb 水嘛。我未記迄個 condo 名係咪？但係到馬路個冇講真係人多呢。แล้ว我去我載人去嘅嘛。我個載人去because 伊個北京真好勢，你住幾樓，伊個北到幾樓嘅，所以我北到往大迄一樓，我行入厝啊咯。And then afternoon 我個休息到房間休息，伊好像叫我冚掉我個燈喎，我係咪數？伊講叫你冚啦，咪每一隻啦。แล้ว我冚掉 ，OK 我冚掉，咪佢冇講到 the whole trip 冇講。And then 阿妹是我人知道吧？佢你講話嘛？講話伊好像講。走開，伊講一樣叫講一聲，走開，伊講都在喎。แล้ว係咪數？因為啱好伊講走開是有一個可以行來，伊講，你叫我走開啊，這樣我就走開咯。因為講了，แล้ว伊冇講一點點。แล้ว after 我人對對來 PJ 做工嘅時候，伊個講哦，伊講 that day actually 你車又會得換起來時啦，已經真正濟物件對了，你車後尾來了嘅。and then 我叫你砍掉個燈 because 伊徛了外口看。and then 伊叫我叫走開迄一句吼，是因為我來物件，甲了我來聽我講話數。哎呀，你看咯，這件是上一件係你同個呢個？上一個人來。啊，John，你係啊你個理哦，你想聽個理哦 background 我聽我冇幾長。聽個領呢對咯。是安那個好嘛，那個有 effect 嘛。見佢走啊，嗱咪講啊。見我順眼走嘢。你自見掉啊？冇伊嘛叫伊，或者叫伊。แล้ว有詞語咯，แล้ว你別人咧，別人個有係咪幾個是咪講講？別人個冇？冇啦。冇啦。topicnya
特別嘅講係蘑菇冇嚟咩？蘑菇冇嚟。哦，但係我叫拎佢啊嘛，我 try 叫下。我怎麼看到佢出現者啫？我是摸了下啦，誒，啊，你怎麼就一起來啊？即係冇嘢啊？故意告訴我是特麼 exercise。頭一個。啊，我有看到本就係嚟一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誒，有嘛？咱個有九位個嘛？應該幾位個？But anyway，講個準備講幾個是個講，冇多麼個。誒，頭先都講係你切頭係你 game 嘛？哈哈。你叫歡喜講啊！要歡喜嚟講。你講講句，真係叫我醫咯，佢真係。老師行到白咧，係哦，死行咗啊！八隻菇啦， 10年啊，你講10年啊。講八隻菇啦。有咩？10年啊，就阿蘇恩講，個一個人講。嚇，10年啦咩？伊講一個6月，甲是8月，就是10年啊。我是8月，我做乜咧？讀冊。哦。actually 我計讀上冊就是啦抗讀攞成嘅嘛，可以叫。但係我計都冇上班，所以我冇聽到。哦，抗8年，大家話。ลองคิดต่อถามไปเลยเป็นได้ไงสิจะไปเลย我就變靚白啲嘅。อ๋อแล้วลูก講下เรื่อง你講下你同我哋 game 係咪講？未記哦，未記 which part。我係報紙嘅，搞到知，你去要白。我係講過啊，唔是咩？嚇？我係講過哦，就估住整。哦，係啊，係啊。嗯。我依個你叫咩啊？碟仙啊，我叫咩？我就講下龍。你曉你後面叫唔叫？嗰粒梅花光線。你地教啊嘛？你學掉。我唔知啊！你叫我面叫，一件事近日功夫兩個字頭嘅嘢，你學嘅那些冇字頭字。靈魂字我是學嘅人誒，我是學嘅人誒。靈魂字入線。我是講是。係靈魂字。答喺你年紀嘛，人間係戲嘛，唔是？我唔知叫咩啊！我知道佢，我看人知道佢知道咯。啊，你知道佢啊？我班裏邊嘅人知道佢知道。嗯。แล้วว่าตัวจะ我จะแค่ความ 我版本是我知道。我了解一套誒，我都等嘅是無人醫方面嘅 ，because original 碟仙嘅抓是鄧人字嘅了嘛。哦，我冇斜。啊，我比較睇嚟，我冇醫嘅款嘅。哦。你是木嗎？上嘅咯，啲確真係上嚇，會知冇？冇啊，講學嘅話未曉講嘅，了我只講一些人時，伊去變咧我唔知是嚟為有吞俾你 print 變咧就，你去俾呢，你就實醫嘅。你係咩 ABC 嘅嚇？冇啊嘅話誒。哦，那邊話喺裡面寫咩啊？狂教了 A B C D 啦。Home goodbye 了 A 個字咯。原來係你，呢個就係啊，原來係你 iPhone 嘅 app 啊，就是啲你 Ouija board 學來哦 ，home 嘅機啊，呢個 iPhone 係你鬼咗出來就對嘅。係啦，叫。你我咪你OK，你用 Ouija board，你等人字安怎寫嚇？真係字，我看到我只個講真係字啦，比賽我比較意，我只是讀等人寫，所以曉嘅。我不到底學懂嘅我。你是個嘅話係咩名？我人朋友是個嘅話，我個件冇做過嘅，特別伊話咧，伊個唔是特別，伊唔是按話度用嘅咋，你佢都可以起過嘅咋，你對成個叫成個講啊，依樣是叫做咩切成路啊，什麼啦，講特別可以起來過嘅，伊抓嘅用嘅，你別使成個凊彩抓咩用，你特別做咗特別叫伊起來，還是你使用佢咧，伊成個你把雕人把起過咧抓下。你使叫伊講，你使跳過去就抓係痛咋，使開門嘅睇咋。我冇，我是用，你即係麻將背包我係人白色嘅抓下，我用嘅。了我 everyday 啊麻雀抓，我用咗一擺就少咗。了唔是麻雀抓，麻雀抓是你 brown 嘅 color 嘅，拍麻雀嘅抓，你是麻雀抓還是拍麻雀抓？我是白色嘅，白色嘅係拍麻雀嘅抓。伊是80 50 gram 嘅抓。哦，哇！呢個真係會，呢個真係會咯。
冇是個集加是8集名，部位加是個集名啊。我做做愛數。哦哇！接住咧，做做是叮當叮啊，莫到你咩啊？叮當叮。哦。叮當叮 family 是做做愛。哦，是50 pound。แล้วอันจ้าแล้วอีจ้าเราจะไปหอยขี้ก่อยแล้วอีกองยังไงอีกคุยมือนะฮะเนาะแต่ปีนั้นเสีย是鄧能字嘅喎我唔知已經係唔字嚟寫特別我唔會是鄧能字只係鄧能字嘅喎我就寫咧你看開嘅就是咯唔知真嘅你諗特別用嘅字幕我只有這呢哦泡湯嘅特別我真係要食要 number 嘅食一個人會曉3000嘅鄧能字就夠嘅啦哦伊是二塊嘛，伊自個了群了二塊。伊佢哋二個會嘅。鄧冷嘅我唔係看過啦，我是咗詞會看過，我只是講只鄧冷，只細你字看咧。然後我 for 下你一 arrow 你 pointer 物件咧，我用我你扮嘢細你我成。對，唔是食下啲多豆油係你我細你就冇 flat 啊呢。我叫豆油滴，豆油滴嚇 actually 是調住話嚟下滴。冇啦，福建話嚟。福建話哦。但喂，講豆要第一時調住啦，我想住豆字學緊話，啊唔係什麼字調住？我講聽啷continue講，我聽到啲話 phone，我特別被綁曬，我真唔驚。冇水咯，特登過嚟綁曬嘅咯。我特別，我都很正很綁嘅，好聊嘅。我早起 breakfast 嘅話，我很正，我特別綁嘅。好聊啊！嚇 ，OK，等陣啷自己講就啷 continue 講，講你抓你。鐵頭咧位置播咧，我講，我是 just 小 A 到 Z 了，抗高了 ，goodbye 嘅 home 了，我是大擺我無講愛叫起來一擺，我是用一擺啊嗬，了燒尋我燒個了，係你物件個了燒個了 ，next time 伊個再話過。因為就冇應我講話啦，一禮拜兩特到，一禮拜呢攞啥刀，特刀叫我起來，我就冇應喎。我冇去上會叫嘅喎，你在伊咪走我慘咯。伊咪翻啦，我只叫做喂，我冇只叫，我是人嘅錯。而家我 Michael， 我買你了，你就走了。伊咪我你每名係咪有？我冇每，我諗每季開。我看我朋友古仔。看戲我看戲。因為嘅。每人做事嘅係咪？啊，對，因為常常每日咪講，你當你哋落位，一陣時講佢哋。唔通講即係，你講雙曬人伊嘅咗，我諗伊迄個為成個 beach 嘅款啊，你無開嘅咗，我諗無嘅手段啊咪去，就你再想把到 Frankie 啊，邊啊邊阿妹你換哪隻物件會冚啊，就是無開嘅嘛。人冚㗎啦，我啱咩？所以白車路去用伊到頂大病醫咯。แล้วusually 我是叫我唔敢問迄個危險 question 就係亂到死嘅款，但為你只無好本來啦，你物件一起來下路咯，一條啲講。一條 spell 係 DIE 啊 KILL 啊，你看下咯。問者，你人是有影是伊家己行，還是人嘅手係了 force 咁行嘅？家己行，你知係咪數個人知？我甲你講，伊碗是 rotate 嘅啊，我係一個 middle finger 嘅嘛，三個人伊嘛。แล้ว伊碗有時伊會行跌邊啊 ，first start 嘅時是行伊咗，伊袂。伊實是 gain momentum 嘛，是我唔知做咩啦，但伊行 round and round 咯，一直去 circle around the 規條轉 ，circle 啦，你每物件吼，伊就慢慢，你會 feel 到成個位咧，成隻無力，你看，伊無咪會去迄個 answer 路啊，伊成一隻板，你看佢吹到你，伊個路個去迄個 alphabet 啊，一位咧只，我都有一個唔文字嘅，我死人都喺度 spell 咧。我係個情況又話咧，看無，個無可以看無。講呢個好似到類似嘅，因為 Queensbay 個等咗，講我俾人 spell Queensbay 出來。唔敢喎，你看個先啦，我揾你大單誒。最後個嚟差唔多一樣係小蛋嘅啫。我問下啦，攏佚佗可能都環亞區嘛，你未叫你環亞鬼咩？我叫鄧冷嘅喎。呢個就係未好 spell Queensbay 咯。你講你當佢要大陸位 ，butterfly 個 spell 唔掉咗，我等咗。個冇交字啊！但係我叫你個 E 嘅 spell 都嗌哦。
唔係啊，我成日只講派嘛，咪攞俾啊，我嚟講，唔係啦。當見較相信講有正正，古早無相，古早細很少人就成講，哎呀，即套要緊嘅，特別當見咱人捌代志啊，拄到就一人啊，咱就講有影有個人會正正會着鬼入心。死人會害死人，咱人驚了，所以當今應該唔加。定當是老轉了，就攏聽到啊，死人嘅事啊，後面唔敢加做嘅咯。攏聽到話，這邊我一陣把你拍出來，佢人講，你話佢咪 miss 掉。我每路人啊，佢哋。等陣你隻盲腸抽一支抽起來，我甲你講啊。你甲我抽會使咯。我每路人，佢哋僵屍是真嘅，還是假？僵屍喺中國咧，古早是我聽講是正是有安尼款嘅物件嘅。伊個出來人愛收伊個辛苦的，所以做一份僵屍啊。正個是咯，你在當今唔是有一出個 animation 叫狗狗嘅人看？我未看過。啊哈哈，我知。我未看，我幾集。伊嘛是上加安尼款嘅故事咯，就是講一出來人死了啊，樣上面款嘅故事。Indonesia 嘛是有一個所在，伊樣。但係我知印度尼西亞，我就對你。對嚇，我嗰啲僵屍唔是 off 嚇，就 all 了，伊叫 travel 可能這邊去嗰邊了，佢零零零下嚟嘢跳，以前播死個了會少會聽話。特別咱馬路嗬，咱馬路嘅年代講僵屍啦，是迄個安怎講陰屍啊，有個人帶咧伊洪水地無好勢，係啦，伊專家佢講伊發探毛佢哈，我看佢嘅 magazine 就打我驚。迄種嗬，伊好帶個了未好勢，就所以人哋走去問人講啊，嗬，人講叫人學起來看，人看到，迄種人講人們叫僵屍咯，對。特別而家起來了，伊個減伊個是燒掉啦。燒啊，燒啊，伊無個再減個咧。伊佢成個伊唔是伊啊嗬。對。伊唔是 original 嘅伊啊，唔使變。咱馬來西亞有安款嘅 case 是，咱去 look Google 嗬，應該有安款 news。係啊，我看過佢哋 magazine 咧有小英嘅正嗰啲。耶，嗰啲哦。你知我人一邊嘅伊無sense個了物件，伊sense淡薄安尼看咩，所以看到真清楚。現在我看。係見你啊！你行看，真係我看不啦。去 Google 看，去 Google 應該有嘅。我唔敢睇太恐怖嘅。伊頭毛髮甲長長嘅啊！喲，唔知。有人捌講過學來嘅哦。冇講。冇人講過。佢哋厝嘅嗬。嚇，有人講過嚇。我有看過怪談呢，無我講過唔知。可是我姨嗬一堆人跳檔嘅人去，你知哦？伊無看到物件啦，伊是未看到物件嘅人啊，伊 just 講吉利哦，人入去嘅時候，隔了人個尾見了一條紅線，紅線你袂使放，伊放你袂出來了嘅。你是去看，還是去念經？喂，你是講你厝內邊有一個煲嘅嗬？去多啊！那去多。我知你講是伊厝對面有一間阿妹有人跳檔嘅。我捌去過。伊講伊厝邊煲嘅唔是咩？對，那邊有一個煲啊，四合院啊，你講。我去過啊，無下你無，我無 feel 到有鬼咯。我去過，我都唔是假去啊嘛，我都唔是假去啊。較勁厝。我叫我姨帶我去，我姨講無事無代去，但人對路個知，伊咪係話。我其實我爸載我去，我爸唔敢接，你講如果伊自己看，所以我自己看。你爸載你去啊？你嗰時我真係 curious 事，然後我去入邊啦，下邊是係咪借有白粉線咯？我冇 feel 到有鬼，我 feel 只拿什麼要係你咩啊？你白粉嚟佔掉。危險嘅。我是看怪談咧，我個仔。哦。แล้วว่าขี่กุยชูตัวเป็นแรงไปเกียร์ตัวเสีย adorable ลองใจตัวมาหอบัตตัวเฟรนกี้เป็นมันรู้เกิดสิไหมไม่ใช่อ่ะไม่บอกอีเถียนั่นสิเถียบอกเหี้ยก็ใจกุยขี่แล้วบัตตัวบอกเหี้ย because adorable เสียว่าแอปเปิลจะจีเดียมกุยคนขี่จีเท้าจีองเจียจัวจะไม่เข้าแล้วรู้ไอ้ผมคือจ้า before อีสิวนี่สิหาว่าจะ嚟邊แล้วอีสินอจัน伊是厝是哪站的 ？before 伊是你只破厝的，然後你考試真做，你卡一起嘅厝啦，伊先有 egg 講你款嘅咗，一邊 extremely 靚啊，你 feel 到成只
奇怪咯，你冇可能你第天時半呢，你領嘅。emo 嚇，我 feel 佢哋厝就是有。我聽到，你我聽到本係你 adorable，你講嘅，我 last， 這是毛毛菇呀？細小這聲是毛毛菇。袂啦，我袂出聲啦，我真聽出來啦。出來你就丟臉了。一句嘴是裝啊，一句。我來啦，我啲吃醬布啦。哦，你是哆來咪啊？是啦。教應該都係全部，你冇食到後就請是只吃醬布食。冇啦，我按暑假食，我切開媽仔伊食嘛。哦。關呢？伊個早對嚟嗬，12點就搞出啦。因為對係產品嚟學見。一間人講你去琴日下教應好時耍，因為對產品嚟學見。其實都係我自己對出。伊知我見未俾產品嚟學見。我計講。你冇你講緊 adorable 啊！我舊年對佢時候，我俾幾號人看嘛？我係車過 adorable 時。冇曉哦，我真係未釣到，我直真嚟睇，真冇誒，就冇看到一直踢起啦，成個事。踢起啊！嗰陣一個小李變開戶食嘅幾個係嘅。記下，係你就是個小李，我成個我看到 website 本有隻 website 嘛，我去看。呢時嘅做下面嗰啲小李做。當時成個去，你使去水嗰邊大嘛。I think 未做本咯。我就是懷疑咯，我就是懷疑唔知做咩事做者未成功，唔知是唔是人唔加去大啦，冇成理㗎，成咗唔知。我記得俾我而家叫做有無爽嘅，我到 friend 叫，伊是做下面地回來，伊是幫個攞嚟嘛定到時？佢真係咪告訴你？是迄個本少嘅哦，唔是本少，唔是啊，特別較起個，個可以個本少個，哈，係咪告訴講者啊？係咪告訴？你 Google 下講，伊是你知係咪有伊厝啊？伊是 must be owned by 只有女嘅人嘅，伊只有女嘅人嘅 ，because 伊有一個為可以白嘅基準嘅咗，阿妹，伊有一個 well 嘅阿妹，然後 after that 個有隻 dog 安尼看行出去啊，你使個叫，係你唔知是新嘅事啊，是舊嘅事，啊冇舊嘅事，係你是舊嘅事，我記有一地呢紅毛灰呢拖出去嘅，哈，然後你看到有 well，特別你在啊冇看到有 well 啊。要 well 嘅，我企喺邊嗰度時候，我覺得冇那隻多經驗我一下 adorable haunted house。然後我講聽我這條一坑真正久嘅就我爸係我定到做件嗰陣時，就不去嗰邊嘅朋友嗰邊去嗰邊困嘅，像有時候朋友就在去啊，就唔係是坑掉嘅嘛，所以一怪古本咧嘅歷史。แล้วลุยปลาบ่ฟิวเดียวมีไม่เขียเป็นสิ我爸冇 feel 到是講伊嘅朋友，我就睇嘅是樣嘅青花噶啦，唔就係去外口去上面。OK 嘛，伊暗暝就冇個招路困個請我爸冇看到啦，是講伊嘅朋友，即係一般我是把對人去可能咯，所以不聽佢特別自己冇經驗。我有隻 friend 伊人去 party 咯，成個陣時啦，唔是當幾嘛。กูจะสิคิดปาร์ตี้ยังทำซองมาจากว่ายังกุยตัวปานนะคนจะคิด visit adorable จะปอไม่สักเกแล้วคิดว่าเป็นยี่ห้ออีเจ็ดคนนะจะบอกว่าเป็นยูตัวจิบซินมัน唔知是唔是係你勁處鬼來是 just 阿妹就主要個人叫接線可能我唔知。我就 just feel adorable 是正靚咯，我今日去 Apple 是我冇 feel 你見人我去迄個。哦，來已經貴出。我會記嘅嚇，一時成個恢復式嘅，一成個咧把杜刷很做嘅嘢壁嘅了。一外口一時去到啲樓頂嘅落去嚇。嘢壁嚇，你對看斜斜看落去嘅。然後伊嘅厝是 already 伊成個拆落了啊，了成斜啲可能。破爛爛啦。然後有二樓嘅。不，你袂去二樓做咩？伊個伊樓梯破了，伊二樓個甲崩破了，你會看去二樓，不，你是袂行去二樓，要哪站呢？厝那邊。哦，我吹到只隻手，我係做呢水球喎，你看啊，我好難看啊。有時啊，係咪 excuse 哦？咪做冚。我時啊半行嘅，我轉頭。我 share screen 好難看，你是看你在嘢小英。看到人，
然後 present。這是 senior 係嘢哦。即係咧，有咧新有咧舊咯，你看，第一條是我去嘅事嘅。第一條是你去暖暖是啊？誒，你講第二個、第三個是新嘅嘛？啊對。馬路冇去啊啦，即係。冇去。你就跳去啊，冇去啊。Because before you 啊，冇半行啊。Actually，冇物件。我唔捌去過伊個，我唔捌接過佢，我是特別過到嘅路邊看呢。你唔敢接咯？一般是貴做啊，嗬，一度鎖起來好輕嘅。這唔是咧，這北京嘅呢？這個是多冇？特別馬路是講你行去啊，安尼好笑。馬路冇，你全部了。我學車過看無咧。哦，我做緊啲水喎，你看。我只最有嘢高速大那邊咧，唔知安怎，係咪高速？那是邊咧學但係唔是前拖碰機，是幾個人碰機。那是邊咧學嘅了，你聽講講。我高速啊嘛，咪到讀到伊講有迄個 backpacker 阿毛嘅大 ，next day 搬出來，伊困喺啲 beach 位嘅 ，because 又嚇。大擺我冇跳過有冇成日香港？啊，no，就是樣是最出名嘅高速。講出來嚇。嗱，這個咯，這個大媽你講有做嘅，這個。誒，我講只有幾個厝啊，就到時安尼看呢，伊無加入來講出來。Hello。美國有類咯，都看到無古早嘅人嘛，那有安全嘅。我係個安尼大經我。你睇佢 history 啊嚇？無，我係去邊去伊個嚟碟先嘅。啊，你去邊伊碟先啊？你咁冰哦？這是多了不這？一咗啦。啊，對，到了特別驚啊！因為你看我吹咧檳榔 adorable bungalow 檳榔嘅好image 啊，你看下面物件出來，檳榔好見出來，你看啲檳榔好見嘅，破腳出來喎，你看。你講你滴掉下，你看我 T-shirt，個之類喎。檳榔好見出名啦，貴嘅事，人講貴嘅事。誒，特別驚都冇加咗，講係你 barrack 嘅，係冬菇係你物件誒。我咪都俾佢講咯。嚟講。哦，嚇。OK，都在我來位啊，嗬，我來是 red 樓呀。啊，對咗樓位。啊。Metropolitan Park 嘅邊嘅位，有一間離高嘅厝。唔知喎。嘅厝啦。係啦，係你冇事係你啦，特別驚都講係你有地嘅啦。哦，有人講嘅大媽講起嘅，來，迄間厝大媽講起嘅。得這離高嘅厝。呢隻離高對。小水碟咯。哦，你等等嘅呀。我講下我幾間厝啫。你係咪？我睇唔到，你先。我不接過啲間厝攞到。嚇。然後我自己嘅事其實冇講人成個人所講嘅係恐怖嘅啦。嚇。手掌啊，垃圾啊，伊水池內邊水是青咯。嚇。你看水池托下可能咯。嚇。你水池內邊有隻沙發嘅。冇沙發啦，我自己冇沙發。咩個沙發啊？伊人點心巴嘅，點心巴。哦。對嘅啊，心巴就係咯，所以講咧冰嘅意義咯。啊。冇你恐怖嘅啦，冇講人講緊你恐怖咧，是講較恐怖嘅咧，就是 Tesco 依啲呢邊嘅，燈姑姑啲。呀，是唔是後背 Tesco 嘅後背？依嘅後背。一頭先有隻 Dennis Scott 咧嚇。哦，我知了。我唔知係咪嚟？阿伯佢知落去。還哪厝嘅？還哪厝啊？你加三面厝嘅？哦，唔是喎，點解我覺得是獨獨經？我並唔是嗰啲慣樓嚟咩？一個叫咩？我 search 我 Google 下。燈姑姑啲 Ghost House。有幾出嘛？誒，查某婆啊！而家咱唔是去過，咱有一個讀冊朋友大病嘅咩？我嗰邊。我冇幾長喎，佢哋啊。你去睇下啦，嚇？你去睇下啦。唔係。你見看嚟，哎呀，佢病呢？你去睇看耐喎。我故事嚟聽看。你暖暖只隻抽嘅。是啊，是啊，你看暖暖。即係得病啊？我陣。燈菇 DNGKU。哦，唔是冬菇。你下冬菇菇啲咯。
固定 DNG。跟古佢咪是 Glasgow 對。登古唔是東古嚇？跟古 DNG。但我拍 DNG 走出來就嚟話。嚇，我咪成日我拍登古，佢伊 auto suggest 登古啊。乜嘢 auto suggest？一下東姑咯。你成個學等啊！你講咧。登古個香，登古規定出香嚇。個地咩即係厝？哦，我捌去過，我知嗰度會，我知嗰度會。講嚟聽啲阿龍。你這間厝，哎呀，你叫咩所在咧嚇？你先講一個數嚟聽。Wrexham 係對比啊。Wrexham 係對比。Wrexham 對面唔是 Stalin 啊。Stalin？我 feel 到嚇，我 feel 到。我講，以前 Wrexham 對面嗰陣 ，Wrexham 對面有一個，嗰個叫咩啊 ？Wrexham 對面有一間拍油嘅，迄個拍油是，係個是 Shell，但是 Esso 袂記啦。Shell 邊有一條路，迄條路接起就是啊。冇啦，唔是啦。我 OK，我而家大陸等我講下，我會記事，一時到底，等我是不想話，頂到是你是到底啷個大橋為好，你要去大橋，佢就落講一單咯，你講我嚟什麼朋友也好，你就要去，你特別去 on the way 去北海，向北海時候，你咪去，你一成一個煙囪，一個迄個尖尼嘅位好，是你turn left 去一路。然後彎咧，伊是伊唔使跪成個橋，甚物跪去對面邊去咧依結下邊嘅邊，然後你對去夾唔可對。你直接去 Platino 你咪知咯，當見隻先呢。攞袂到依結邊嘅。Platino 我知。Platino 咪直接去啊！嗬，你看到 Wrexham 多你正超咯。嗱，我有這，然後我有 map，我睇到 map。你好。正超啊！所以你直接去啊！嗬，伊是一個是彎正手落去是人係白嘅嘛，人係厝嘅嘛，馬大厝嘅嘛。我冇去過嗰邊嘅喎。係是冰嘅，唔是咩？是馬大咩？馬大厝嘅馬大冰啊！係你叫咩海軍啊？人格丹頓得啦。哦，Navy。แล้ว去咧，嗬，伊是用隻鐵門鎖了咧，都未知咩。頂到我去是無咋，頂到我去頭前有隻 Dennis Scott 嘅。頭前就 Dennis Scott，天門鎖掉，你講誒，即期咧，你就直接即期咧，你看到啊。OK，兼加落未去咩？知未？John 你 Q 個 key 淡薄，你看到到底 Platino 我哋 Platino 是這邊哦。你直接去 Platino 直接來，一刀頂。你看到即係你幾個位？一下去位，少正哦。下嚟就是等個固定嘅歸處咯。係咯，少，我because我是隻 website，伊是 website 是甲你講特別位嘅嘛。對。so 了都其實古早誒，我哋講aquarium 買。對，我捌去過，我細漢時捌去過，我捌去住老人捌去過。我邊古早細漢時 camping 時也捌去邊。我放咧 satellite image 喺度看。Hello 呀，jalan Tengku Kudin。So what's the story？ 冇 sorry 嘅。都古早Tengku Kudin 大貴。大家是講往 course 搞些 bash 時 ，one of the bash 我被記咩名啦？往接貴了，出來往。佢班自己啦，佢邊啊，佢做啦，到對出嚟旁邊下啲驚，再啲驚。正啊，一邊接咯，嚇，正啊，一隻禮拜嚇。掉啲自己掉。啲自己就是啊。冚掉啦，未接啊，同點？冚掉咧，都有時講都俾禮拜，但是都弄呢禮拜嘅人啦係多嘅。哦。我捌接過，我真隻久咯。我去嘅時候是我看幾年啊，是我1986年嗰陣時我去。嚇！
啊，我冇出事過咧，其實我都唔知啲得咯。未出事過，查某主要未出事過。我啦，你是做查某婆，查某婆呀？查某婆你試下。你講係鬧呀？冇啦，我是講我上面講嘢，你試下呢。咦，真正我已經了咯。我掉咯，交 tax 後尾就掉啊 ，directly 交 tax 後尾。因為後尾講大字幕，伊係咩物件啊？樓頂看到後尾看到嘅人向嘢嘛，大字。嗰日會看會掉咯。特別我唔知做咩事講，伊是叫做 haunted 咧，係我唔係聽過伊個數，但我 try Google search 看。你吹看，是我記嘅是講我人聽過嘅是講，有人即期一未出來。哦。一百不即期我個出來過啦。誒，我捌聽 ，OK， 我講聽我捌聽過啦，唔知點樣正嘅啦。東姑啊，即係東姑古典有啲呢 house 嘅路個。啊。所以我覺得叫東姑嘅喎。maybe 無想講到啊，特別我講聽伊個我捌聽過是，唔是，對唔對？我聽唔是，我當面想到嘅嗬是啊。我想到嘅是講你北島，因為記個 Island Hotel、Island Hospital 咯，Island Hospital 啦。伊頂到嘅時 ，before 去 hospital 嘅時，伊是經厝嚟辦個佬嚟嘛。哦，我都唔知嘅。嚇，龍知啊龍。知。嚇，所以合併咧，我喺呢度我聽過，你唔知是，如果伊阿嬷嚟曉唔知，了是老官啊，什麼物件？你伊波。獨北島咧是伊獨北島條是伊起樓梯是樓梯別，伊插到伊北島伊插伊波插伊驚死去，我冇聽過嚇，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啦。你看咯 ，the best way 特別冇啊，我冇聽到講伊 story 上面當古典嘅，當古典。等我隨看 Pinterest 可能講哦，當古典，喲，即係南邊咧嚇。冇即有陣時參個無相嘅，即係變成 travel tips 相嘅啦，咁樣。你幾大？你講到幾大？點樣特別驚？幾大不是 hotel 嘅咯。啊，不是自己嘅。啊，你I think 舊年中啊嗱。哦。佢UUM 嘅做 project。有。OK， 我去大嘅學校本咯，你所做咧是去到會貴咯。去到會啊？哦，佢冚你會啊？嗰時我個位佢哋去了，佢哋一本身是嘅大人嘅，所以冇大學校咯，我一人大嘅咯。我一人大，阿妹我開會啊，佢已經學校會我開嘅了咯，所以。阿妹，我困醒嘅時，我看到伊個可以開冚嘅，我大機會，我頭先想我是大機會派，然後我就叫佢樓下拍電話落去咯，我大機會派，所以就嘢哇哦，開冚我就攝啦，所以阿妹伊人去看時，都到了冇辦法，所以 OK 我冇關係咯。所以好 OK 咧，咪見到應該是 maybe 伊 OK 到對嘢是但唔 stable 成咗冇關係啊，所以咪 continue 困咯，困幫咩殺嘅企在勁嘅時候，都跟住一半，可以嗰度冚，直時有時咧可以冚。哎呦，講咯喂，你就會秒棒咗。有，好我就直頭出來裝這些嘅。哦，調出嘅，棒嚟出半嘛，然後佢啊。嘛出來個口，我就會水冚住。哦。咁啊，水數，佢都對水先哦，continue 都係了啊嗬。關係高仔嗰度冚位，所以咪關係 OK bằng 係了啦。OK， 你出來你我就對面做抄話咯。我這是只大嘢啦，本只可以本只大啦，對面咪做抄話咯。哇！我實在啲管車嘅事啊，我並做俾錢㗎啦，喲，使條把啊，嚕
哈。耶，冇印象講可能擺咗係咩，但對感覺講成聽，成試啊，南邊出咩事？有，我 friend 都未話你咪做，你出幾天啊？我冇啊。你講你邊有正正啊？有咯。我講我半點會變正嘅，我半點會變正嘅。你講把件子咁解到個價正，所以呢隻名我講俾我，誒，嗱冇話件名叫你出盤晒，點解咪做？講叫你出盤啦，咪每一隻啦。所以佢做盤咧是問係講我，講佢聽佢人講自己學掉隻垃圾。哦。一講唔再講話你讀，我話讀掉。不要，我佢計講我讀到隻棒咯。計 friend 講啊，佢啊話對人有陣時啊，對人有陣時啊。我 friend 講，哦，你邊要讀喺隻棒啊？一見隻棒咧，我都揸半我自己，個有時候是講，有人掉到底係學掉棒嘅做實事。有，能做實事。啊，好彩冇聽到奇怪怪唔樣。嗰時候你去讀會，所以你冇講嘅恐怖啦，即係去讀會冇講嘅恐怖啦。咁價格恐怖是小畫面性嘅咯。哦，係啦，呢個距離。呢個距離咯，呢個距離咯。我 try to 吹咧，東姑姑丁一個就 istana 東姑姑丁喎。我唔知，但係吹過，咱 try 看吹 istana 東姑姑丁。看，我還沒告訴你，沒有 related 了。誒 ，Istana 這都唔是 Istana 嚟。唔是啦，呢啲唔是上次所在啊。哦，我想誒，特別有可能是上次嘛，東姑姑丁門啊，好了。是喎，但我隨看 history 一上一個人嚟，但我看上100 tahun terbiar milik Tunku Kudin bukan Raja Bersatan sejarah ha. Istana terbiar berusia. 這是有這無相啊？這唔是這大老細。哦，tapi isi siang di Tengku Kudin oh. Ini siang di lang. Di Kepala Batas. Bukan Istana Raja Bersiong. Bukan Istana Raja Bersiong saya misu. Sebagaimana Luang kala bikinong sejarah Hong Five 就有講過 Raja Bersiong。冇啦，乜冇啦。Raja Bersiong 有嘅，我睇嘅是有嘅。伊關係甲咪泰國嘅嘛，伊唔知走去 Thailand做 something 嘅就 Raja Bersiong。伊條相啊，係就。伊條拍正是條相啦。就是 Raja Bersiong 啊，我是 Bersiong 唔是 Tersiong。Tanya, Siang kami istana tersebut adalah kepunyaan Tunku Diauddin Ibni Sultan Zainal Rashid atau lebih dikenali sebagai Tunku Kudin, Raja Muda Kedah ketika pemerintahan abangnya Sultan Ahmad Tajuddin Mukarram Shah pada 1854 hingga 1879. Istana itu bukan sama sekali milik Raja Bersiong. Raja Bersiong tak wujud dalam pemerintahan Raja Kedah. Macam sama ni lah ya. Ia hanyalah satu episod dalam hikayat. Ha? 係咯，就係河南話被派咯。不河南話真搞誒，諗唔超，我真搞誒。我等陣我查成個 news 嚟等陣。Istana tersebut katanya dibina Tunku Kudin selepas dia dipecat abangnya kerana campur tangan dalam hal ehwal negeri Selangor dalam perang saudara Selangor pada 1867. 1867. Kamaki awana news 我但是對馬來西亞話係報告新聞咯。tapi ia cu ha si cucu tapi si quan hệ cái ông quan hệ這是伊 summer house is a holiday cu哈到底邊嚟嘅我哋當然我 intrigue 啊咋我俾佢吹咋所以發展有 Raja tapi 伊個唔是 istana 喎我是要再住是Tunku Kudin 咋Tunku Kudin cu lah Di episode tu kita Tunku Kudin lah tapi Tunku Kudin of Kedah isi kalau isi Penang lu suka Penang si kan lang lah si Kedah lang It sound like Penang because Thai got my siêu the doing something like that. Oh, sir. Nah. Ibin.
Iya kena. Sejarah otak sele. Wah, sejarah tak dia. Wah, iki. Okay, dalam kelas sejarah tong kita tak一个buku ada buku tang tak kan. Pun cek. Nama yang menjadi sebutan rakyat jelata di seluruh pelosok. Ayo, tanya expand. Long kuat dia. Ayo. Dia lepas soal lebih dia no error. Ni nak tahu expand mana long kuat dia. Lu expand pen ya bukan. Oh shit, I think 我变咗你我 full screen 嘅時候，我 full screen。我就是等下你變咗 full screen 去。OK， 唔係叫我 full screen，特別我撳即個 share screen，แล้ว我讀下人聽，依個 story 上面 full screen 嚇，人聽到我個。Namanya yang menjadi sebutan rakyat jelata di seluruh pelosok. Walau ada yang belum pernah menatapnya tetapi mendengarkan namanya sudah cukup menggerunkan dan disegani. Menggerunkan saya misu. Saya kompor, saya datang kuat datang kiai. Dia disegani leh atau segani si hoe. Oh, respect. Tunku Diaudin Ibni IBN 怎么样 ？IBN Sultan Ibni meh? Ibni ah. Saya si Ale Ong ni ya. Ha, dia Ibni Sultan Zainal Rashid atau lebih dikenal dari Tengku Kudin adalah no spelling Tengku ke Tungku mu saya adalah seorang putera kesultanan. Isi ongkia ya prince saya katai prince. Oh, beliau dilahirkan di Pulau Pinang pada tahun 1821. Tengku Kudin merupakan seorang yang mempunyai pemikiran terbuka. So, ianya progresif dan beliau dikatakan terpengaruh dengan cara hidup Eropah. Also, ianya westernized. Dan mendapat pendidikan separuh Eropah, okay, tak educated di Europe Nenda beliau adalah Sultan Ahmad Mingkau Ting Tong. Tengku Kudin pernah dilantik sebagai Raja Muda Kedah pada September 1859 semasa pemerintahan kekandaannya Sultan Ahmad Tajuddin III. Walaupun beliau telah dilucutkan daripada jawatan itu, sack lah, 1873 atas alasan terlibat dalam perang saudara yang berlaku di Selangor. Ada yang mengatakan bahawa Tengku Kudin adalah orang Melayu pertama yang memakai cermin mata. Okay. Beliau pernah dilantik sebagai Raja Muda. Berapa? Kita malah tak tahu ama. Dia, isa, that means you want hegan. Dah tu saya Tengku Kudin mangkat di segelugor Pulau Pinang. That means isi totiha pengsi ya. Ihat keng chula lah. That means patua kuih lah. Jadi sim gelugor. Sila gelugor lah. So, itu dia mangkat oleh Bengma dan telah dimakamkan di makam di Raja Langgar Alostar. Tengku Kudin meninggal 3 orang putera dan 2 puteri hasil perkahwinannya dengan beberapa orang wanita. Oh, kunalio. Raja Arfa, anak-anak Tengku, beberapa yang kelihatan. Sejarah awal Tengku Kudin adalah seorang tokoh yang banyak melibatkan dirinya dalam pergolakan politik di Selangor. Oh, ini involve Selangor politics. That means maybe ibu terbuka siang. I mean, of course, the paper dari sejarah ibu siam. Siam itu. Tengku Kudin menentang Siam. Jadi kau nggak tahu macam apa ya? Asi Huahi kau ni. Wah, kau ni. Dia kau boleh tulis Siam deh. Dia ilang mai hari tulis something like that. Aku just 做佢 paper on dia. Tengku Kudin lahir ketika zaman pemerintahan Sultan Ahmad Tajuddin yang memperlihatkan hubungan yang tegang antara Kedah dan Siam. Zamannya Kedah diserang dan ditawan oleh tentera Ligor Siam. Baginda yang sedang bersemayam di kota Kuala Muda sempat mendapatkan perlindungan Inggeris di Pulau Pinang. Oh, ini tadi take shelter by British tadi Pinang. Akibat perjanjian Berni, baginda terpaksa berhijrah ke Melaka atau pergi Melaka. Serangan-serangan dari darat dan laut berterusan untuk membebaskan kembali Kedah. So is diketai seperti shelter tadi Penang dan saya harus choose iye. Elang tu cakap begitu Penang Malay loh. Hah?
那嘛出得啦，哦，OK，了，搞啊，所人就是在讲，人别人就是在讲佢哋鄧姑姑丁嘅是鄧姑姑丁嘅，誒古嘢告訴人嚟使教我講，嗱，這個是一邊哦，OK，明白啊，鄧姑姑丁，這出戲咪就鄧姑姑丁嘅。แล้วก็ว่าไปเลยไม่ตั้งกูดินเนี่ยกูอีกก็สวยสิไปว่าคุยว่าก็เกี่ยใจก็唔知ตอนรับ頭ว่าคุยคำใหญ่เสียกี่วะ嚟ตัวตัว每個毛毛菇告訴我，毛菇嚇，有啦，但係我都講幫助嘅，幫助。幫助，你講你就轉出來嘛？而家咱讀冊嘅時，咱喺哥倫坡第興嘅 disco 是係咩名？天上人間，不是 F 頭嘅，咱90年代 fantasy 冇啦 ，fire 啦。哦 fire 唔知我未去過，我未去過啊。我冇聽嘅，定到我只怪。哦 ，OK，KL 嘅 fire 正出名嘅，90年代是真名嘅。แล้ว伊個toilet 嚇，for 咱打波嘅嗬，真正水嘅啫。แล้ว伊咱徛了幫助，唔是迄個一粒嘅 cubicle 嘅嘛？伊是跪拜，跪拜咧，伊是玻璃鏡來嘅。哦，我聽過嚇。嚇，伊是鏡，你是鏡還是玻璃？鏡來。所以看到 mirror 咧，看到呢個機幫助，看到嗰啲人嘅咕咕叫，哎呦死！對。冇義理，事實是真正趣味嘅。特別要追樓，所以望看唔到嚇。特別平當時都愛 flash 伊個會流嘛，你冇 flash 嘅時伊就未流嘅嘛。特別你這是公司嘅，看到嗰啲人係自己一人 individual 嚟。冇跪拜。要我買咯，我小 self。I know。แล้ว3點估嘅啊！下邊咪講過個知道我律師部啫特別嘅講過講咩？估真係有啊，看人估嘅。哦，係啦，我知。下邊都知。係。แล้ว3點幾4點แล้วหมอ差唔多ไอ้คำเดียมแล้วว่างคุยปั้นแล้วอากาศ4 can 5 can นะหมอก็โอเคละไปตัวดาวเซ็นเตอร์ไอ้ของมอเตอร์ไบค์ตุ้ยกับเชอรัสกินอาหุ่นมาตุ้ยได้สิแล้วหมอคีปังจิบุโยเซ็งแล้วหมอตุ้ยแล้วหมอคีไปแล้วไปแล้วแบบคีปังโยละ即係人嚇，就排隊。4 can 5 can，但係邊會使行8 can 嘅，一隻跨一長嘅。แล้ว行แล้ว去看，那水條面面有4條蕉，然後有5條蕉。哦，其中一個有5條未使咩？冇，你看人頭都是4粒頭5粒頭嘅嘛。特別驚，看到4咧5咧。嚇，不是徛到擺到去頂位杯一格。所以你不看到幾爛蕉看到啊？冇啦，就是也可以唔是講真係 bright 嘅，就係啲咩啊orange color，你看你看。有都看嘅。我這新嘅 topic 嘅名啊，爛蕉龜。阿龍排除咗下爛蕉會啦，嗬。爛鳥。有講過你聲個對啫。我講等有人聽咧，就係。哦，撲機落閪，哎呦死，講到閪。了，你講啊？你冇嗰啲人，嗰啲人會水啊？嚇，嗰啲人本水啦，แล้ว徛會一看你，呢度奇怪，講看下邊。即係攏個咧行過來，看我真大是唔是？對嘅，你結果唔是，你結果另外一個人徛了喎。冇啊，都冇人啊，把鏡內面有一個線半線咧，佢都看袂到頭嘅嘛，都看到伊個巴肚，maybe 伊個 chest 呢邊落去嚇。誒，做嗰時人徛喺邊卡更放住我。maybe 冇人嘅。是無人嘅，人看到人看到啦，人死人㗎啦。嚇，看到啦，掂掉啦，咩轉頭啦，超無聲，啦走了。話迄邊真係 haunted 嘅，聽到是
fire 正出名的嘛。我梅浪是到底得落去？我得落。Imbi 啊。Istana Hotel 阿妹一定嘅。我一個堂我表哥到那邊做工嘅位，那邊只垃圾，特別一隻我未記得啦。我想未記，特別因為是伊講伊個電梯往時，你等電梯一下，你等愛落啊是你樓，伊特擺伊是去一樓去，不落去 basement 嘅位呀。邊個是 KL 我未記得到咯，特別那邊有淡薄有啥，伊那邊所在淡薄無咪小有叫雞，有雞有咪無咪好無咪啥，伊較垃無好事所在對啦。然後伊個 office 到底邊嘅嘛？咧伊個電梯遐，伊當時你用伊電梯啊，伊一頭你要去 ground floor，伊未去 ground floor，升落去 basement 咧 basement 無開啊，開掉然後你門啊等者，爽爽嘅冚一個再起就對。你對面行出來咗？嚇？你對面行出來咗？你喺邊行出來？有一個人到邊行出來啊？我係看點紅飲數字出來啊！你數得出來個，你個同樣就係驚我哋驚自己開掉嘅時候，肯定是你聽到聲，我聽到 clang。在咧時候是粒 bot 啦，最近那係 bot 呢，land 住嚟等佢，哇死下死，愛走個未走，就愛走出去個驚看到伊，然後愛起個頂每個未冚，哇我驚！哇，幾冇俾撐到見。係啦，我想話，你那時講一直到你一頭一鬼衝住嚟嚇，我就一頭衝出去咯，然後你無衝入來，特別你物件些風吹入來啊，是要撥入來啊，是物件條紙背入來是，你個唔敢走出去喎。小嘢。但我冇學佢，我冇人看，哆來咪你安怎做呢？你那是你去到這 basement 啊，你厝是得落一下，你一頭落去你 basement 啊，開來暗黑，你看唔到半行嘅，特別你聽到有隻你成下你細光嘅鐘在邊彈，cling cling。cling cling 呢，然後你一特冇你現抓呢背入嚟兩抓，唔係你，我喜安抓做咧，你 reaction 是安抓，走啦，安抓走，安抓走啊！哦，你等一就被控制嘛，你一直頭伊到。伊電梯，你特別是要去 ground floor 嘅咋？你日落去 basement 咋 ？basement 咧是你等等你困啦，我咪好驚。嚇咩？我捌對咗呢經驗。嚇講下。到啲拍正波啊！我朋友到拍正波啦，我去出去嘛。即唔是講即橋啊，係咩啊？即舊家我直接去呢個邊去樓頂嘛，全部嘛。你聲個在，你聲成個，攞嚟聽到啲聲咧，可能講咧喎。哦。我聽到 OK 哦。嚇，當然好啊嚇。所以我去為咗所阿妹去吹，所以我即係邊係時間冇人嘅啫。所以我第一會冚嘅時候，因為我哋見冚。你第一會冚嘅時候，你見冚啊？所以就盡量風啊，吹嚟啊，風吹入嚟。我覺得聽唔到喎，我聽你講咩哦？意思，你是伊電話，我佢做咩攞？是唔是 Android 嘅電話係？你用 Android？ Android 有你 Android 電話有你 Android 有啊，無咪呢個了誒。伊 software 實是伊唔知做咩事啊？伊做伊聲成個講嘢啦，攏聽到，攏別人聽到，你看唔喏？伊聲叮叮嘅聲。伊唔是你未巧就你是伊 software 做你，我睇咩接傳啊！啊，啲人，OK，咱今日人 mute 看，咱今日人 mute 看伊嘅，我 feel 到伊成個聽到聲是伊 cancel 伊聲是 something。聲。OK，咱今日 mute，咱今日人 mute，咱嘅聲看，伊講下嘢。OK，你講下。OK，我講我去拍正波。OK，來講。所以講話咱個咩秒？嚇 ，OK，你講嘅時候 mute，OK，今日人 mute。OK，我去拍正波為止，所以我入伊個 level 了，會一陣風
吹來咧，托卡背喺你銀紙燒咧，銀紙哦，知迄站嗰時馬路加star起過呢，知馬路加star起過呢，然後我看了喺紙啊，我就想到喺喺香港戲講，反正lift入面啊，有隻阿姨騎了啊，你看到就，俾阿妹看係無啦，我盡量騎架地背啊咋，所以依家50個樓。所以我去到12樓嘅時咧，嗬，你份每日開嘢，然後有一個人問我起嘢啊，呢隻姨啊，問我起嘢啊，嚇！哇，個呢隻阿姨面一隻嗰啲 ，OK？ 哦，即係到底一樓入面都幾樓看到阿姨？我12樓，然後50個樓，哦，所以呢上咧3、6、9、12、10個嘅就，伊唔是講1、2、3咧冇嘅就，伊2、4、6、8，但3、6、9、12啊，你可能就，呢就奇怪嘅，所以哈你阿姨就開，哈你每隻開時啊，你阿姨咪話，即係你是起嘅是路嘅，哇伊啊起嘅，我頂每個未冚到就，哇佢係伊面前真嗰啲，我看了，人係講伊面前嘅，伊是人嚟呢邊嘅你啦，哎呦，計嗰啲嘅驚呢就，所以第一啊，一落去有個表，都對我落去，你搞呢邊？喲，恐怖！因為條人嚟講，你唔驚嗬，有陣時。maybe，我上次香港嘅戲嘅時候，然後所以成日喺羅蘭嘅喺裏邊嘅嚇。冇啊，你再講較早就出去，一隻老姨，伊媽生姊妹到啲呢邊位啊，可能下晝就濟人嘅啊。我未記咩戲啊，我知我出場咧戲。但啲面差唔多就是女嘅頭毛 QQ 白白可能。哦。所以我哋啦，意思我上嘅咯。即係唔是 ground floor 嘛？是唔是？唔是，到12樓佢一定，I think 伊要坐 lift 落去，但是一定就起嘅啦，所以係你唔會開咯。哦。但是都是 ground floor，都是好潮咧。即係。嗰時 ground floor 講 IKEA 落，我被落一啲，哈哈，我被落一啲，78站嘞，你啦，係特別我講嘅時候，你看到到底吉隆坡有一個所在垃圾咩嘢先啦？個另外一個啷出去大硬幣係邊個吉隆坡？硬幣真係垃圾硬幣。我唔捌大，即係冇人到真係，我咪聽硬幣。人來使講啊，當佢就講了，來使是啥？但係有嘢哦，不當是人知啊，嗱是別人就講成。鬥嘅。嚇鬥嘅，微微娃娃定之咪上，定之微微娃娃是鬼出，我聽無咩掉，伊講伊成電嘅呢。會啊，所以不知人即係原來 Android software 特別 software 可能就是個人袂使出聲。滅㗎了。嚇，個人滅㗎了。แล้วก็จับปูหัวฮีเรื่องติง當時講最啲老是最最啲老是หัวฮี係จับปู啊？哇！หัวฮี啊！你講你聽的 music 嘅時候是如何？聽人唱歌。哦。แล้ว我咪聽啊？嚇，你冇聽過啊？我冇聽過。你講啊，佢講嘅知道。佢幫我畫車隊。特別驚 ，sorry， 特別驚叫我做咩事？別走啊！哦 ，OK，感謝啊，拜拜。嚇，了。嚇，嗰陣時冇，唔是嗰陣時，maybe 一年前可能我畫車隊是，我都冇到 Frankie 嘛，愛畫車我是用最啲落，because 是個水有就賺款咯，所謂朋友啊就嚟我坐一齊隊咯了。On the way 去嘅時過最啲落，嗰時 I think almost midnight 啊，就1點幾12點半，個朋友就陪我隊了。我啲坐車傾偈了 ，because 我開 radio 了，我聽唔到我 friend 講話，所以我冚咪radio 起來，了我就佢講，OK， 你可以講佢聽到，了我看一半時，我聽到人唱歌，但冇 background music 嘅，換下歌嚟。了，
Bila larut malam. Suasana. แล้วแต่ 雜波聲，雜波聲。แล้ว雜波啦แล้ว我就咪講半行我咪 continue 話就傾傾ไป走 from Pale area แล้ว我係朋友都同我講有人唱歌แล้ว我就俾佢簽名我講咪佢講嘢啦你看物件就是你唔冇 understand because 伊袂曉 local culture 所以唔知哦，是外國人嘅哦。啊所以唔知我伊無 catch 到我佢就是有人唱歌แล้ว我講咪講嘢แล้ว我講唔敢看 rear view mirror 後尾有人坐我唔敢頭整我唔敢看邊啊 maybe 背到邊啊上面咯看頭整直接走 away from after a while 伊無唱哦，rồi我猜無巴你咁波，對咯，咪咯。After ever since 我冇用下邊轉啲攞咗。我暑假用去邊咯。唔係阿妹冇用咯，我玩咯咯。咩唔能用？這水買我其他物件。啊。假使路人有穿 cross 嘅，或有辦公嘅，按功夫嘅。嚇，多超嘅。你 cross 就係 bless 嘅啦，OK。唔是上個買了寄來穿嘅，就係 bless 嘅啦。然後你掂落去你車入邊。係咪掂落去啊？掂落去。你係你車入邊啦。So 你 cross 嘅，你 not necessarily 你 display 到啲你 review mirror 嘛，你 just put somewhere nearby。現在 anyway 你在車度嘅啦。啊，無你假使你有按功夫哦，有保護哦 ，anything 你 just 係你嘅 dashboard 入邊。OK。啊，你鬼唔是 Christian 你冇版本 anyway。冇，你係呢個是 barrier 啦。是我誒咩？冇上 religion 呢？有一種係貴，迄個貴伊就驚。伊成個一種嘅鹹，成個迄個馬達兵，唔是即你無去 deal 伊嘛，你無去你無去查出來伊嘛，你 just 你想起 barrier 就對啦。誒，我冇想到 happen to 我咯。哦，嗱，冇啦，就是人去想到。誒，人看，你來車個咧無下。你人看車，你人有車，你人車內面無這物件呀。我車有啊。我車有，特別我車唔是 Gross， 我車是咧 Saint Christopher 嘅。哦。Saint Christopher 是一個想搞 traffic 嘅嘛，想搞 travel 嘅。Sebastian 咩？搞 travel。Saint Sebastian 係咩？你對 bless 嘅啊。有啦，有 bless，是無 bless 無用嘅，你對 bless。誒了啊！誒你阿伯歡喜你知道你去行隻人功夫，還是隻 cross 要去行，佢知道看看有咯。買咗啦，小啊條啲去 take delivery。冇你落掉變得學人 live 掉啦，係嘛？我買，我只驚咗，我上半驚咗。歡喜為新梅歡喜暫時幾點喎嚇？12點咯。就係咁貴我只背แล้ว我from Queens Bay 嘅咪我 friend 啦曉แล้วเจ้าวังจะสิมาจะก็ลิมิกลิมก็ว่าก็ตัวอย่างแล้วก็วันนี้คีย์บอร์ดตัวฟรีตัวชูactually 我是人女我自己唔驚我自己唔敢我聽人講你 sorry 我成日計驚你看冇上線咗我佢哋聽人講最啲老古嘢嘛你都冇上線呢歡迎你做工位咧有無？做工位聽到咯，我冇看過啦，特殊。要講下真係睇到未？冇看到啊！我個早就盡做嘅工嘅嘛，了。冇計有。係啦，最貴。你人劇死嘅嘛，老仔。我講你插花係你插花棒嘅嚇。係啦，了冇即係是 recently 呢，即係為之 show 嘅。伊個轉front office 嘅 staff 咯，樣成日。一個部門啊，了辦公咧，樣就起喺咧，樣有一個位啥 for crew area 嚟嗰啲outside deck 嘅位嚇。哦嚇。樣叫邊個坐，阿咪傾偈，你咪叫講話。แล้ว唔知 I think somebody 誒 farewell 什麼啦，แล้ว做แล้ว就樣就成規 group 嚟協調應咯。แล้ว嘛就喺 post 喺 Facebook 嘅時講嚇邊係人係咪人嚟，有啥嘢你看有。你看到是隻阿嬷打波嚟咯，就。伊成個人翕相影，咱看到咱嘅規個事，伊寫都冇偷餅看呢。
所以我只 show 我嘅 picture 啦，咁看朋友 post 喺 Facebook，แล้ว我看到咯。我聽到捌講過哦，是陪講嘅是最啊嚇，即是我嘅家己人嘅時陣，我當今乜只老啊，就冇咩記啲啦。我講幾個時陣時我冇落起來，我就未記啊咋。我寫我未記啊。有一個伊講乜是幾乜是準嘅嘛，就準啦嚇。somebody 驚我爸朋友嘅是，哦 no， 誒。就我未記啊 ，sorry， 我會記，我捌講過啊嘛，攞嚟叫 somebody 嘅驚，還是伊嘅歌，還是 something 嘅嘅人。伊講伊去行船呢，伊讀你去到係讀冊咧，是讀行船呢。了時伊去行船呢，是頭一次去行船呢時，伊就叫伊就 captain 就叫伊落去伊個咧 engine 嘅 room 嘅位。แล้วอีแปะมันสิอีจีเหล่าทุยในขั้นต่างๆทีในขั้นเหล่าทุยต้องจะเป็นแปะลูกขี้อ่ะแล้วอีตัวลูกก็จะลูกก็ขี้เป็นกูไล่สิคนจะหลังจะแปะในขั้นจะขวา掉อีจ้ะแล้วอีข้าเดียวแช่แก่จะทำแปะขี้咯แล้วสิอีบัดตัวที่จุนเท้าแล้วสิ上一刀มันอีบัดขวาจุนเท้าจุยแล้วฮะจุยแก่สิจุยโก嚟แล้วอีตัว有個一刀就啲伊個 control deck 嘅，唔知叫咩？迄個轉嘅滑轉那邊位頭前嗰啲，一啲轉嘅頭前嘅位啊，冇一條嘅位也是到落頂面，你看到一隻鬼咧，他們掉到下邊咧飄着，伊很是啊，上擺買讀伊切啊對，伊唔是伊條即條惡講，伊是嘅 dead 嚟嗬。伊唔是 cadet 喎，伊唔知是所以選個哪讀冊哪去嘅？冇，伊唔是讀一讀了，伊是即係條 sport，伊條 sign contract 㗎，something 可以去讀了嗬，讀了時伊條做工 contract 就要做工嘅伊做呢。你講是嘅嚇。咧伊當今變咗條 break 伊 contract，because 伊唔敢到對去做工啊。住咧嚇，住即是住你甲我講啊，我想未起住人咧，我爸親身爸，你唔使。嗱，我爸嘅朋友嘅哥㗎，還是伊是 Asian 嚟本身喲，到底新加坡嘅，就住咧嚇。我想未起，我哋當時攞嚟甲我講者，我而家當佢冇記啲，真係差咯，當然記啲。幾個數咪記得好咯。我會記，冇幾個，我下面物件我未記啦。幾個數未記，咁都未記。是講幾個數未記啊，個攤聽嘛。驚嘛，啲小條事。我未啊，我當然我未，maybe 我是啲未記啊，我冇記啲啊，所以我變咗冇咩驚起啊就。你病哦！我唔是病，我未記起啊，我真正要驚啊，時我想未到後面物件驚。我雖然是冇人驚，我做來就驚。哦呀，你聽邊個學講是不是？聽得驚嚇。冇啊，唔知我 just feel 就驚，我咪拄着啊。佢即係是I hope I 看到，別看正嘅嘛。哈。然後就多歡喜，咱若是講你啲行條嘛，你 cruise 行條，咱若是講無通北啦，咱若是講有人啲內邊可能靈動點去啦，你伊人安怎處理啊？嗱，靈棒誒，要靈棒嘛，你無插花嘅事，無插，伊就是燒迄個路度啲準備買迄個。一個 bouquet 哦，你 girlfriend 啊，你 boyfriend 啊，伊人死時人就搬個咧畫出來啊，然後就燒迄個人就去嗰邊嘅。哦，所以伊是係花，就是會欠用掉時就夾出來啦，呐。有啊，哋搬個出來啊，無等就係花沉死人咪白燒咩？哦。誒，轉應該就少啦，啥轉咧係啦。沉死嘅，我聽過有一個房間嘅嗬。迄個人客直直 complain 嘅喎，阿嬷即係冇咩上線，我未見咗。伊講伊房間會使接四個人嘅，伊個伊冇個伊落嚟驚。伊講伊人直直 Q 伊袂斷，可能是直直 Q 袂斷，直 Q 袂斷。然後伊嘛去冇管伊咯，然後伊是I think伊嚟巴拿馬 cruise 係兩禮拜嘅，然後伊直直 Q 伊啊嗬，過 a few days 伊袂打伊去 front office complain，伊講唔知。伊未 explain 本來，講我房間阿妹直直叫我背斷，然後 OK 咯，佢是 cruise full 未計換轉，你呢度就嚟 complain 啦，之後 after that 呢度起笑就伊逼斥啊，呢度嚟伊問阿媽咯，就 front office，然後 after that 過一段嘢 OK，next cruise 嚟。係你人客本是 complain 上未嘅上就嚟房間，我朋友做 front office 講，佢講要死喺你房間，佢只 Q 人背斷。哦。
你想这样在啦，到这个。了，有一个房间不是，我袂記到一個房間呀，不是講得 ，because 迄個規個街口咧，樣去一個多咗，迄個多是啥是，伊都是迄個floating plane 咧，了規個 plane crash 規個街口死去。哦。樣少對嚟啊，頂但迄個是我聽過，我冇咩記啊，好彩，我告訴過了。我冇咩記好彩㗎。那邊我真好猜咯，我哋想未起。係啦，咪會記我就驚咩事之人。我哋想未起，住甲我講，你告訴驚準，你告訴我，我哋想未起。我有淡薄會記講，即個故事你講過 break the contract。特別我未記講是住甲我講嘅，但我想未起鎖是住啊。啊，點解特別聽到啲叮到？但是講人在下面 episode 時甲我講，就我當然聽佢住甲我講。啊，別冇可能我冇講住本啊。somebody 嘅歌啦 ，somebody 嘅歌嚇，注意啊嚇！你看到佢，anyway，continue 講lui，แล้วอันนั้นอีเลยผู้เลยจูนอีก family crash นะ。แล้วสิอะมาแล้ว after that อีหลัง講อี個 family 嘅鬼 still 對嚟 because after that 佢講佢房間啦 still 有人 complain 有人有查亂咯 after the incident。所以我唔 sure 是唔是 maybe 是啦，但係有時是 rumor 都在你做一個公司講一個鬼故事你講，但是我聽到嘅。我是冇聽啦，定個。你捌聽過成個講死去是把你個死去咧人拍電話到啲嚟啦？忙咯，係咪忙咯？啊是定到一句講伊個波，啊是一句。即只久邊咧，我見你嗰隻只久咧，人講過伊做工嘅時，咧伊人 phone 來講伊無來做工嘅是 something。哦，係是我講嘅啊，講伊浪車伊學拗，伊人三九嗰邊伊幫拗嘛，咧學到摩托擺啊可以拗嘅，線刮掉伊嘅。啊，莫管啊，了冰伊敗了死去啊！你拍電話去講伊未來做工咧，是伊講伊落嗰入面物件交代罵伊。哈，即我做聽唔會嗬。哈，是我因為我會記一間，我就會記，我 story 我會記嘅就是定人，我定到阿妹落幕時講嘅物件我會記哦，然後當佢落幕過，然後我講嘅物件我未記。我特別現時講嘅因為我有隻字我到啲 office 位後，阿嬤你講阿嬤隻字本上是嘅咋？我咪就隻字冇上線嘅咯，因為講我 superstitious 喎。是咯，有本啊，特別後我話曬我拄到佢嗱看後，我 office 位講我講到隻 office 嘅物件，我 office 貴。我心想你不能做吧，不能打呼嘅。你講國中講啊？英國中一出來咧 skeptic 咧，我看到死啊，驚死啊！特別 skeptic 那英國中成日一看到物件，咪是話曬，即係奇怪，真未 explain 嘅可能。成個英國中講你 teddy bear 啊，伊咪是冇驚。你 teddy bear 冇聽過？teddy bear 講伊去伊一個朋友嘅厝啊，然後伊朋友是嗰個牧師嚟嘛，伊牧師，OK 嚇。伊是牧師咯，伊是做你教你像 pastor 像 priest 咁啦。然後伊講伊去伊厝誒，伊老奴係伊叫伊入伊厝，然後伊講伊行去教伊厝時，樓頂就看到一個囡仔，唔知佢係手唔對喎，特別是囡仔喺頂面就對。伊邊啊叫一個 teddy bear，叫做 teddy bear 囡仔咯。然後伊就入去啊，伊講伊幫叫伊入伊厝，佢入伊厝，然後係老奴係伊講 OK 你確定來你 church 去找我，然後伊就講，安怎伊厝有囡仔者，伊就行去往你去到伊個 church 時，伊就講，你厝囡仔啥物啊？伊講無啊，伊講我厝都無囡仔，然後是伊就對厝安怎行？我袂記，後尾對，我哋對厝時，伊厝伊代去下面大嘛，所以對厝時伊去樓頂嘅時，伊個 guest room 啊，伊困嘅房間有一隻 teddy bear，就是特別看到 teddy bear，特別有隻囡仔，特別伊教嘅時，伊什麼？英國位啊？英國位咯嚇。啦，伊就冇，伊講奇怪，真係 explain 嘅，伊就冇驚。哇！伊好了會，我對佢對厝嘅 teddy bear 一個呀。你會記哦，嗰陣是人聽到一個人講是，伊是賣厝，伊就是 broker 來厝嘅 broker 了，伊帶人去看厝，伊
去迄个厝内面有一个几条刀柄在啲迄个红线，是人讲会记无？未记惊。人听过我迄个就是第入外脑诶，我听你故事未记。诶，你会记成个讲接脑诶，你几个是啥物啊？顶到讲过。就是这个咯，唔知係咪人講？你知我第接腦係咩啊？我第接腦就是親子講伊會受到車死去咧，driver 伊個 driver assistant 啊，嚇！伊講死去咧，特別伊唔知樣個看到伊大邊個是個仔，伊就只行，就只去佔個邊下面，是看人家 found out 報告講伊個浪車咧，伊是 assistant 死去啊，特別伊個對調伊個 all the swap 個參的樣就只個。你驚啊？你驚？青子就驚啊！青子嘅。佢嘢你拍golf嘅個。啊，拍 golf 一哎呀！我係 OK， 你成日計 mythical 啊，可能。係啦，成日你 Lord of the Rings 嚟嗬？我未記下面人講嘅咩？係你幾條，伊是賣厝嘅，講你看人去看厝。係你成日估把正接外腦咯。你可講住我梗係驚你。嚇，係咪數？你看你先整一個紅線了，紅線我你看了咯。good luck。你看就係紅線。I mean，見到你舊年都幾別有人夠你別困呢？哦，你紅車咩？哎呦，你有啥咪記啲啫？好，就記掉就你阿龍嘅乜嘢咯？阿龍嘅鬼教冇疼嘅。哦。阿龍你車，阿龍是開始是困嘢啦。呢是我講我是冇聲是困。阿龍你個車啊？阿龍。誒。冇困嘢。困嘢啊？你睇你阿龍講佢哋故事啊，講伊你教冇疼，伊是唔是講伊頭一半是無嘅嗬？嚇，伊咪講啊嚇。你冇聽過迄個 Dear David 哦？你去看 Dear David冇伊到啲 Twitter 嚟做嘅。好啊！你去 Google Dear David，想個阿龍嘅故事誒。Dear David 啊，Dear David Twitter 啊咪？我是減一半頭誒，我見到 Twitter 啊，你去，我學你這裡我唔敢。Dear David 學曬先，學曬啊！伊人講是一記頭到 start 一隻，伊咪呢個人係咧。Oh, proof that Dear David is。我是記我是講嘅，我看到，我記我係你。伊後尾甲互你看故事誒，頭伊先甲你講，伊document 講蝦米嘢 happen to 伊個 apartment 咯。哦。然後伊放伊講啊，人來就對咯。然後我看到伊故事嘅時候就阿龍嘅，伊講伊幾個頭是減一百。冇一格啦，這裡好，人看到。伊無你看嘛？呀，這裡好。快啲！伊係 video camera 翕伊啊，望開啲啦我看。實隻囡仔嚇。伊就是囡仔有頭一邊，伊頭一邊破起成阿龍嘅 story。耶！我看到，你看到。點樣啊？冇有 a series of photographs， 伊是用伊個 CCTV 錄出來嘅，伊講。So I was alone and I was so tired. I would just come back to sleep after exhausted. Feels I'm used to. I wasn't okay. Oh, yeah. 那個冇上囡仔啊，冇上掉。伊就是教伊為了，即係伊來看伊。嗱，看。那你我俾佢 present to everyone。我，這下，你看到？咦，我應該睇 story 啦。tapi，呢頭嘢係一格咧。這上面我冇看到這條是得咯，這是得正啊。我 minimize 到佢先。Yeah，那看啲毛係啊。Yeah，那翕啲毛咧，好了，幾了。冇觀察。video 下。status 一個睇。哦，那伊個鳥是到底每個看。即係是 movie 嚟，㗎是唔是正故事。我唔知是即係一個正咯。那伊畫伊頭，見到一格咧。伊講伊做夢學醫生頭嘅時嚟查論嘢，伊就做夢嘅。哦。
你每講女仔每攞嚟 question， 每揾攞嚟 question， 幾個講女仔每揾攞嚟 question 呀。哦。攞嚟就晒你甚啲啊，你哋每啊，攞到 C 啊，咪幾看咪嘅。你要隻 video 喎 ，video 有看到冇呐？還是看到冇帶電檔？就係baru ame 1點半我冇可能看。play 我當然 play。咩啊？等你講過佢 AC 啊？這是棒球啊？哇啦！咩梅啊啦？知道是？那被 skip 位 at 呀哈？啊嗱，看，我啥物？攏看到。伊個出嚟 up next 個杜小。你看你搞伊哦？無，哎呀，哇！啊！一車講伊叮當，伊若是講我看到，那我驚死去咯。就你搞到幾多無重視咧？你這裡來？無，那是我家己親目看到我驚。OK，買我 clear cache 去啊，可能是。我記得驚，第一驚，但我安尼坐掉遐，第一驚就是你看到伊個頭殼，只我個 camera 有毛毛，可能係我第一驚。可能是第二哩，我唔知做咩事，我看到。鬼嘅關係甲鬼嘅物件，了有毛啊，我就真驚，感覺真刺激。係咯，我咪成日驚死，我當佢1點半咯。我真驚上面，伊成日，喲死差唔多咪落陣時，咱講嚟講，我第驚就是成講你吹，成日你搬進厝啊，是入來厝啊，上面你扣物件，死看到一擺頭髒啊，是安尼。係你驚，係你驚。啊，這是頭髒，等人誒查某鬼啊喲。伊北一個頭髒，還是囡仔有手氣啊？你知有人鬧手氣呢？細漢時啊。啊。誒，講到手氣，我講聽一個例咪講來聽。講啊。OK，我即唔是講係個鬼嘅啦，特別就個例啦。你知有知道我條車 accident 啊？我朋友就我冇得買，我 accident 你知道？แล้ว我就開始10幾歲啊，中學時，แล้ว我靠到我係卡咯，แล้ว我係正邊嘅卡邊啊。心那邊頭前個邊啊，馬上邊度靠到一個大地，差唔多是8關嘅大地啊，你看呐，其實第8關咧。然後我到 hill 咧後尾過一好咧是伊個屁度落咯，你落咧咪是跪地，然後大地上8關成個8關嘛，個8關，你乜唔敢合格喎？呀，咖喱哦！我唔敢合格，我感覺啲成個，哎呦，佢出面咧大地嚇，一個 impact 掉啊！冇，伊唔是，我唔是講伊成個 attach to 我 emotionally，特別我是 feel 到伊跪大地，然後只一朝看到屁咧大地嘛。所以嘅電波，伊唔是錄，伊唔是錄一地錄，你就伊是跪大地錄出來嘛。然後我咪是燒掉咯，係有隻壓，然後係低掉咋。然後我咪是想講 ，OK， 照起來咪做紀念啦咯。然後就這事啊，我就我就叫嚟看啊，所以就點樣 desk。大堂啊！然後我就看到時，我看到，誒，這是後面嘅叮當咧喎。哎呀 ，maggot！我就看到佢，伊唔是 maggot，because 是大了，伊是什麼在細隻白白菇啊，什麼伊是嗦，一隻嗦啊，細隻我嗦油呢，嗦，我咁樣嚇家己啊是。個小怪你看你看唔中。即係每隻，你搖你笑噶，你夾出嚟看，成白白湯落菇嚇。啊，我未記咯，啊 ，I think 成個唔使是有幾節呢？可能喎，我是我記講怪菇啦，唔是成講隻下了就看到啊。我試我 touch 嘅時，我係到我 touch 嘅 desk 嘛，因為我有時我就夾出來，你看你叫嚟看，因為看到時間看到一點燈咯，知道學得到。It depends on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哦，可以 dry 嘅時候。No, it dry, humid, location 只係一個 factor. 上個 okay, this is just a side track 啊。上個我古早來這邊讀冊嘅時，上個人嘅點聲轉類 relate 啦。人嘅點聲，咱來這邊讀冊嘅時 ，IB Asian 嘅物件真係看過出嚟。because 無嘛，所以前一隻行價了，我就是燒掉。無我對佢我有教我同你講 ，OK，
你下面了，咁咧掂落去伊 FedEx 嘅 Jumbo Box 啊。嚇，แล้ว就慢慢寄嚟。了規個 Jumbo Box 寄來，所以嗱一開嘅時，內邊我有真係真物件，有當然肉啦，有巴厘啦，有下面 all sorts。所以我到啲當嘅時，我唔會收嘛，特別 dry 嘛，所以我收掉我嘅 drawer。所以收掉我嘅 drawer，成日我係巴厘，我收掉 drawer。after a few months 時，我講。看咧，就是我一粒，啲哎呦，生豬菇來，生伊個菇咯。所以規禮拜我掂下家己咯 ，because 伊個 condition 嘛。So it depends on 伊個 how you store 伊個 condition， 你 airtight 無，你 location and all these things。伊個菇啊，是伊 already 到底伊巴里有嘢，你伊發出來，個係是伊菇來 attack 的。伊發啲巴里嘅。eggs。哦，要我咪食巴厘啊 ？No, because no 唔是 ，even B 阮是啥，大行阮是啥。伊人有生伊個 eggs 到啲伊個物件。Hello。了，你 under the right condition， 伊發咯，係嘛？咱食入去啊，是伊會生到一百多糖哦。嚟啦，是啊啦。你 even FDA 伊拉有 certain percentage 嘛？哦，80啦。上個你買 those canned green beans 喲，伊人 out of 10 pieces of green bean is acceptable 一隻兩隻菇嘅。哦，所以伊拉有 certain condition 嘅。protein 咯。So for example，這邊 US 嗰時你買有大類 fruit 上個 dragon fruit 啊。你買 dragon fruit import 入來嘛？你在這邊伊人 import 入來 dragon fruit 嘅時啊，伊人用 radiation treatment 嚟做。That means 伊人用 radiation to kill 伊 whatever that is 掉這是。OK， 我當面小蛋，我另外一個 topic 是北京。北京到對嚟啊！另外一個 topic 是對北京。當然正呢邊幾個是暫時講嘅一邊性啦嚇，我嘅幾個聽眾，但係走去就一了，但係走去了嘅是到北京咯，大毛哥。了，但係你講去卡拉 OK， 有去 bar， 有去 all these things 有物件 ，all these things 啊。我 wanted to add 啦，有但是唔是貴嚟。我是咩馬步？係咩嚟？有但是上加都是地基物件咧。哦，地基物件唔是貴啊，我覺得叫做貴。但是我冇錯啦 ，because 我會記有一道嘅時有梅大伯，然後梅大伯講哦，伊人哦只大伯之伯 ，all these things 伊人暑假去 all these places。哦呀。有時間去卡拉 OK 啊，有大伯。So imagine 你去卡拉 OK 嘅時啊 ，sometimes 啊，就是大一白切掉到裏邊啊，你唔知。哦，呀，你伊人暑假去嗰邊。哦，有暑假跳嘅哦。呀，大一白暑假跳，唔是暑假跳啦，伊人暑假。老抓。陰嘅物件啊，有老抓了，有老抓，有酒嚟嘛，伊人暑假係。明白。OK， แล้ว這禮拜特別嘅邊呢就是查某婆啦，歡喜等陣，一間嘅是查某婆，一間是歡喜，一間是哆來咪叮當叮咯，跟住今日冇你個教員嗰度嚟參我講幾個數嚟，แล้ว是個毛毛菇咧，但係走去了後點困起後點，走去了嘅是大背鏡加大毛哥。哎呦，死我講到大毛哥，我佢真係未記嘅嗬，你毛哥有個一個 link Facebook 嘅 link，一叫啲 Facebook 叫我寄 link 去試啊。OK，แล้ว個主啊，同埋成日去喎，接嚟就係講，你看呀 ，OK， แล้ว是你話只傾個就係調話了，禮拜嗱個就係到底係講冇成個話題嚇，拜拜，到底嚟啊，你冇寄落嚟 link。Ecunia.